新闻一开始关心天气，讲到5日节假期的第2天，各地头的天气拢真无稳定，过头拢咧变大雨。这气象署是表示，后礼拜西南风会愈强，是到这全台湾落雨，恐惊都要落到规礼拜。尤其是中南部，都要注意有瞬间的大雨，其他地区过头嘛可能会熊熊变天，落雷公雨。天顶乌云真多，伫对流云系发展真旺影响下，中昼今日后未少所在开始落一阵大雨。根据气象署观测，由雨区继续扩大，全台有16县市必须要注意局部的大雨。今天的话，除了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之外，午后的话，在大台北地区、跟东北部、跟东部地区，也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的发生。气象署讲，拜一到拜六风面较悬，而且小可北平，另外西南风真强，预计全台湾连续6天的落雨，中南部短暂阵雨也是熊熊落大雨，其他所在是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。也5日节连假第2天，是路南上北车上最时阵，国港局有讲，每天交通量是112万车公里，是平常时的1.2倍。车十收假即天会出现上北车流，全台各都会有11个路段会有车水塞车的情形，其中国5北向宜兰到北南，对早起9点就有车流了。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路段，从下午1点到晚上10点。国3北向关西到大溪，从下午2点到晚上9点，以及国5北向宜兰到坪林路段，从上午9点到晚上10点，也预计都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形。建议北向的用路人可以利用上午的离峰时段行驶国道。高公局讲，最后一天的连假，那民众无想要塞车，西部国道想要上北的，建议伫南部地区9点时出发，中部地区是伫12点进前出发。也那国道5号想要上北的，会使伫9点进前出发，才获得节省一个宝贵的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